大家細個聽唔聽話嘅咧？嗬，無論你係 E 人定 I 人，只要你受傷嘅時候咧，嗰陣時係最聽話嘅喎。有人會話咧，長者係任你擺佈啦，係咪好聽話係咪？但係其實咧，佢哋係因為經歷過，所以知道咧喺你講緊嘢嘅時候咧，就會尊重你，留心聽你講啦，係咪？好似頭先有個學生咧就係上嚟做肩頸按療期間咧，咁我教咗佢一個拉筋動作 ，OK 嚇。咁我哋有一句説話咧就係、受咗傷嘅時間咧係最好學習嗰個階段嚇，所以咧無論你幾耐煩都好咧，原來嗰陣時咧你就會聽足點樣做嘅咯喎 ，OK 嚇。呢個拉筋咧就係咁樣做嘅 ，OK 嚇。但係咧就唔係耷低頭，目標嘅地方咧就係頸椎高段嗰個位置，OK 嚇。動作有少特別嘅嚇，跟得足嘅話咧，咁就可以解決到頸後邊嘅肌肉繃緊啦，或者係頸椎高段呢個位置咧嚇，因為壓住神經線嘅時候，令到有陣時會偏頭痛啊，OK 頭痛嗰個情況啦，OK 嚇可以得以解除嘅。試一試啦嚇 ，OK 嚇，身體要放鬆，企翻好先，唔好耷低頭，就係只係收下巴啫。雙手扣住擺喺後腦高少少嘅位置，手踭向前，手同個頭咧有少少鬥力，靜態伸展維持15至30秒鐘左右 ，OK 嚇。呢個動作咧就係個手同個頭咧有少少鬥力，將個頸椎高段後腦後尾枕個位置咧好似有個向後打開嗰個感覺 ，OK 嚇。做得啱嘅時候咧，先至可以解除嗰個症狀嘅，OK 啊。如果你有呢個相類似嘅情況咧，當然可以試下啦。